2568年龍婆親奶，千萬富翁星運蠟燭，增強你嘅運氣，增強你嘅魅力，用善心做事，做事吉祥，開通事業，開運，趨吉避，以老師之力，讓你不會迷失自我，解決愛情不幸，解決配偶不幸嘅人嘅詛咒，補充氣運不足，減低困難，生活就會變得容易。什麼是壞的就會變成好的，讓破產的也會成為百萬富翁。出類拔萃，富有善意，令嗰啲陷入困境嘅富人返嚟，擺脫困境和敵人，增強氣場、力量、運氣、財富，支持所有4個元素，增強魅力、善良、貿易，成為百萬富翁。呢場點燭儀式會將我哋嘅名字寫喺蠟燭上，放喺大殿外圍，透過燃點蠟燭嘅人嘅氣場同力量都會有所增強。喂，有興趣就嗱嗱臨 inbox 我啦。